虔诚的听众到早。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这部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呐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二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二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七节，就是解说甲佛性有何差别。即马要来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的文就是五祖经约于语，请见道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，慧能曰：客户上。弟子自心上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心和尚教作何物？作曰：这隔了，今生太利。逆境不言，独做唱去。慧能退至何院，有一行者，猜慧能破查答对，经800余。这是咱即马要来说的解说部分。这就是讲六祖慧能将伊的表亲安搭好了，就到甲黄梅来亲近五祖弘忍大师。弘忍大师问伊讲：你是啥物所在的人？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慧能就甲伊应答着来讲啦，讲我是岭南新州的百姓，伫遐你遮远的所在迢迢来，要来亲近你师父啊。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来做佛，无要求别项的物件。迄段时阵，五祖弘忍大师就讲你是一个岭南人，又是一个隔了，你哪里会堪你来做佛啦？慧能大师就甲伊回答讲：人虽然是有南北，佛性啊，本来是无南北。我这个隔了的身躯，甲你和尚的身份虽然是不同，但是佛性啊，哪里有啥物款的差别呢？这是在前面咱所讲过。即摆要说来讲，就是讲五祖啊，经约于语，就是讲五祖弘忍大师，伊要来试探慧能大师的根基，伊想要搁甲伊加讲一寡话。要甲伊加讲一寡话啊，实在就是讲要来考试啦。在一问一答之中呢，想讲要对慧能大师更加呢，会当有一款的了解。但是呢，看到伊的道众啊，总在左右，就是讲五祖弘忍大师有真正济遮的徒弟，道众就是讲众徒弟啊。拢在伊的左右，就是讲在伊的身躯边，所以呢，就叫伊啊随众作务。为什么五祖本来想要对慧能加讲几句话，看到这道众拢在身躯边，就叫伊随众作务呢？在前面会记得我有讲过。就是讲，人总是人，假如若是已经修行断烦恼、正性过，就是讲转换成性，那就是另当别论啦。在还未转换成性以前啊，像是讲出家修行，
但是世间的俗心，共款是也袂了。所以假如五祖对慧能一问一答之中，然后其他这道众知影讲啊，师父咧真重视这个拄则来的南方的格寮，或者是互因知影讲，这个南方的格寮确实啊，精神遮尔遮来，也那呢可能引起因遮的本来伫遐出家修行的人的惰心，安尼就对六祖啊有所不利。所以迄当时阵五祖咧就毋爱搁再讲落去啦，就叫讲啊，你随从作务，就是讲甲大众共款啊去工作好啦。那伫这所在所讲的这个作务啊，就是讲伫咧修禅的遮人，大家拢点在一伙。伫迄个所在来做遮种种的工课，无论是讲破柴、抾柴，或者是讲打土、掘土，还是种作，还是讲去下切啊、种米，还是讲洗米煮饭，这拢是属于禅修行中一个真正重要的兴趣，也就是讲作务吐蕃，这就是修行的全体。所以到甲以后，北洞禅师呢，伊就提倡讲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所以在禅宗讲起来，是行诸作恶皆是禅。在伫咧工作迄个时阵，共款啊，也是一种的禅的修行。因此呢，五祖弘忍大师都讲啊，你甲大家去做工课去啦。这个作务就是讲工作啦，做工课。迄当阵慧能大师咧，就对六祖来讲，客和尚。讲弟子自心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微心和尚教作何物啊？慧能大师，伊听到五祖弘忍大师讲叫你去做工课，伊讲呢实在是心真着急。啊，咱讲着急呢？讲我今仔日伫遐尼正远的所在来。啊，目的是要来亲近你学法，啥物你要叫我去做工课咯？甲恁讲要做工课，我说袂到阮兜做就好。阮兜嘛是伫咧抾茶，伫咧卖茶，迄就是作务啊。啊，我就是为着要来修行成佛，我才来亲近你祖师啊。啊，你要叫我去做工课，所以就客和尚。客和尚就是讲客宾和尚的意思。和尚印度话应该呢叫做讲做欧波托那。这个欧波托那大概翻译咱中国话，名叫做讲做亲教师。所以叫做讲亲教师呢，就是讲亲来教化弟子。所教化是啥？教化是属于出世道业，所以名叫做讲做亲教师，也名叫做讲立生。这个立生的意思呢，就是讲做和尚伊有迄个能力，会当互师弟子咧，会当互心中智慧，叫做讲做五分法身啊，一切在道力。三性道力，拢是由和尚所生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讲做立生啦。即马慧能大师讲，我要来辨别你和尚，讲弟子啊，自心呢，常常都有
生智慧。也我这个心呢是不离自性，这就是福田。也毋知影你何相，你要教我做啥物款的代志啊？在前面五祖呢，令随将作务，在这所在是简单啦，无将五祖对六祖所讲的话完全给记录出来。在这中间，一定要讲啊，你来这修行，你好好爱去修福啊，因为你要修福啦，所以你啊，赶紧去甲人同个去做工课，去修一寡福，一定是安尼甲伊讲的咯。所以迄当时阵，六祖才讲分别和尚，我弟子啊，自己的心是常常生这个智慧。那意思就是讲，不这的智慧，常常呢，自我这个心中显现，这就是自心常生智慧。我呢是无离开着自性，这个无离开自性啊，意思就是讲时时刻刻拢甲自性来契合。咱现在是众生呢，就是远离了自性。咱众生名叫做讲做背觉合定，就是讲咱是背离了角度，就去甲外面环境啊来合，这就是离自性咯。因为慧能大师伊心中常常生智慧，就是讲不这智慧啊，时时刻刻将内心涌现啊，内心呢常常啊生这个智慧，安尼就是变成背定合觉。就是讲，甲外面的环境原理啊，也来契合着本心，契合着自己的觉性，所以才讲做不离自性。讲这呢，就是福田啦。安尼讲，这就是福田呢，就是讲，我的不这智慧，常常伫咧起迄个妙用。这啊，我就是当作为这个社会人一个真正好的这个福田。那所以叫做讲做福田，就是啊一个正福的对象。所以呢，就名叫做讲做福田。一边讲微心和尚教作何物？我毋知你回想你要教我做啥物工作。本来这个福田也是咱众生本来具足的物件。咱众生心有体上用三大意义，在起信论内底啊，就是在说明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叫做讲做体大，就是讲咱众生的心性，这是大义无外，就是遍在一切空间。那这就是心的本体，叫做讲做体大。也在这个遍在空间的广大无边的心体内面啊，有无量的清净功德。这就是自性的功德，应该就是家所讲的福田呐。就是讲自性中啊，本来就是具足这个福田的，无离自性就是福田。因为有这个清净的功德，所以咱若是有用功修行的人，这个功德啊，随着清净言会当显迄个妙用，才能讲咱念佛会当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事实上，咱念佛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一方面虽然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，一方面呢，也是咱自心功德的显现。
就是形沙性德的显现。所以才讲做不离自性，就是福田呐。讲微心和尚是教做好物啊！我毋知影你和尚你是要教我要做什么款的代志？那意思是讲，我的自性时时刻刻伫咧起迄个妙用。那这个可以讲就是至高无上的道业。可以讲就是无有一项啊，比迄个会当好升起智慧啊，搁再较重要的一个事业。那这个佛性，只感都是伫发生迄个妙用。那这就是等于讲时时刻刻啊，就是啊，伫咧作务啊，就是讲伊的作用，乃是属于出世作用。出世道业的作用，所以约慧能大师讲起来，在咱一般世间这个劳动劳作等等，慧能大师呢认为讲啊，这毋是一种的重要的作务。这个重要的作务应该是啥？重要的作务应该就是讲，会当好了悟真理啊，有这个智慧，呀，这个智慧呢不离自性。这就是福田，这呢就是啊佛性的妙用，这更加较重要。这呢是比咱一般世间的事业较重要，当然是比一般世间事业较重要啦。咱一般世间事业，无论是讲抾茶、破茶、精米、煮饭。做遮的种种的工课，虽然是讲做真正济，但是你若袂当好启发着自身的妙用，也只敢伫迄个所在起分别、起烦恼、起颠倒，安尼即个作务伊有啥物款的路用呢？这变成讲甲了生死啊，一点仔皆不相干。甲人讲时时刻刻，会当会显现了智慧的妙用。这个智慧妙用无离开自性的本体，也若安尼呢，了生死啊就在眼前，这款的境界是重要。所以慧能大师才对着做安尼讲啦，讲我心常常啊生智慧，无离开自性，这就是福田。也毋知影你和尚是要教我做什么款的工作。迄当时阵做人五祖就来讲这割了根性太利，讲你这个割了，你这根性啊未免是太过利啦。这个利就是讲真正名利的意思，就是讲你这根性真来。这个利甲钝，这个是对立的。利咱摕一个譬如起来说明，像讲一支刀真来，这支刀真来，咱无论是讲要切果子、要切菜，或者是讲要切啥物件，安尼甲切的都断去啦。甲你讲，这支刀若是钝钝的，切物件切袂落。这个来甲钝，这就是伫自然的智慧力。你这智慧力若是有够，烦恼呢随时当甲斩断。你智慧力若是无咧，就等于一支钝的刀啦。这个钝的刀咧，你切物件切袂落。那你智慧若是钝啦，根本无法断烦恼。这个根性非常的来，那就是讲伊咧会当好斩断烦恼，会当好来了悟佛法。讲你这根性太来啦，念经不言，讲你啊，毋通搁再讲落去啊！你赶紧啊，到甲去一个座场。这座场就是讲在寺院后边的一个卡对经。事实上，这个卡对经呢，只有啊条啊面顶有一个草坎的厝顶椅，四边根本都无壁。
就是讲一个真正简单看起来物件，一个了啊啦，一个过去啊，应该就是只是安尼而已。那既然五祖叫伊讲，你去精美，你去后边去，当然慧能大师开始才见到六祖呢，伊也毋敢搁再甲伊加讲话啦。所以慧能退至后院，讲慧能大师啊，就退至后院，就是讲将迄个五祖的面头前啊，就退了，就是讲离开，到即个后院的所在，就是讲寺院后边迄个所在。一位行者猜慧能破财答对，讲有一个行者，这个行者毋是出家人，这个行者呢，应该啊，就是一个伫遐咧做工课人啊，这个做工课人就是啊，这个在家人，这个在家人伫迄个所在啊，来做这劳作的工课。那伊咱现做是，互咱较容易了解的名词，讲起来就等于讲是长工啦，寺院的长工即类的人，因为伊是比慧能大师较早起，已经本来就是伫遐个工作，所以呢，去到迄个所在，变成讲将慧能大师交伊啦，来互伊去负责，教伊做工课。那这个行者呢，伊就猜。就是讲派慧能大师咧来破查，要来打迄个卡队，这完全是种劳作。这个破查塔队啊，这就是修行的作务。结果咧，伫个所在偌久啊，经8月伊就是讲，伫遐来做这个劳作的工课，做了8个多月。在相传呢，六祖伫遐伫咧打这个卡队的时阵，因为伊人无够大汉，身躯无够重，所以迄个卡队呢打袂落去，也打袂落要安怎样呢？就变成讲身躯去派一粒石头，脚只偏派一粒石头，派一粒石头就是增加伊的重量，安尼来伫打迄个卡队。毋过在打迄个卡队的中间呢，紧打，迄个石头啊，就变成讲在迄个身躯啊，伫个所在伫咧摩擦，啊，伫个身躯伫咧摩擦，结果啦，愈一个久啊，变成讲身躯就破皮，破皮啦，内底就烂内底呢就变成生虫，变成讲内底有虫啦。啊，但是慧能大师是非常的自卑，伊即个脚只片的肉生虫，迄个虫啦，伊也毋甘家己ฮ็掉，就互伊带食伊的肉。即马紧咧打的时阵呢，迄个迄个石头当然会震动啦，震动迄个虫走落来，慧能大师就讲：哎呀，众生啊，你毋着毋通走去，都搁甲掠倒起来，搁对啊会食伊身躯的肉。这是相传啦。从安尼来看，咱就可以了解讲，慧能大师，伊是一个啊人无够大汉，一个散来的人。但即个骹队，当然咱现做是可能真无容易看到，但若是讲过去啊，有伫参政过生活的人，就知影啥物叫做讲骹队。即个骹队就是精美的物件，精美的物件呢，就是在即个土的所在啊，挖一个坑，也一粒石头，中呢就该插坑，也等于是一个井区，就该带一个土地。啊，一边呢，再个采两支迄个条啊起来，啊中呢，再个一支迄个骹队，骹队呢就一个啊，敢若像咧种麻糍，迄个腿。伫头前，啊，即马呢就一边啊，将骹甲搭，即马搭悬起来，甲放去，将就整倒落去，
就是安尼来伫咧整米。这呢就名叫做讲卡对。当然，咱若是有看到人，就会当了解讲卡对是啥。但是无看到人，我安尼讲呢，凡事原来是袂当好了解。因为我过去也是踮在农村，当然卡对啦、水对啦，或者是讲土人啦、石磨啊啦，这个物件呢，不但是讲捌看到，事实上呢也捌用过，拢会当了解农家过去所用的工具。咱现做时毋是啦，现做时咱无论是讲加切啊、精米啦，拢都是用过机器的，毋免用过人工。咱过去实在是要食一碗饭无介简单，切啊将个手去下，米呢也是呢将骹去打，就是讲将手去蒸的，就是讲这个卡对即类物件。那这个非常大事就是伫迄个所在来泡茶啦，来去蒸米啦。经过了8个月时间，注意听先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